现代为着要变水，定有人会去做手术，也是减肥等等哦。那在古早时代，台湾受到中国风俗的影响，男性认为女性的脚爱细才好看，所以女性就爱忍受痛苦来拔脚。有一位收藏家郭基生收藏和三寸金莲有关的文物，即阵伫咧台北北投文物馆办特展，互民众了解演过女性对拔脚到留脚的历史。这一箱一箱三寸金莲大细无到一个手边，展馆有幼老的刺绣工艺，除了传统用布做，也有那像现代皮鞋、关搭鞋的形式。展馆阁有真侪制作三寸金莲的工具，这是收藏家郭基生50几年来的收藏品。即届对9000外件当中选出要100件，伫咧台北北投文物馆办特展，互民众了解英国汉人女性对拔脚到留脚的历史。各地这个拔脚鞋也是无共款的吼，咱所知影这种无共款的时代吼，这个拔脚的文化嘛无共款吼，咱所知影吼，拔脚伊形成的过程吼，咱踮遮原来看会到。那它从它的历史，从它的文化，从它的工艺部分都非常完整的能够呈现。古早台湾受到中国风俗的影响，真侪女性自细汉就爱拔脚。古早的男性认为女性的脚爱细才会好看，另外这嘛是呈现身份地位的方式，认为有拔脚的是千金小姐，无拔的是查某囝，有拔脚才通嫁较好。不过，若以现代来讲，这款风俗是真残忍，镜头啊后加拢变形，嘛大大限制女性的活动。来看展览的民众嘛分享过去家族拔脚女性的生活经验。自己绣的那个要自己绣，不是绝对没有地方买啦。像我那时候小小的时候，我就要改龛啊，拇指在上面，然后那个4只脚趾头在下面，你走路的时候是要踩到那个，那个会痛啊。台湾拔脚的历史一直到日本时代，1915年总督府才正式下令禁止。嘛，因为现代教育、卫生和思想的观念愈来愈普遍，女性拔脚的风俗才走入历史。北投文物馆这个拔脚文化特展，希望带民众做伙来了解拔脚文化背后的美学观念、身体改造，也有性别观念。记者卢尚珠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